行政院苏贞昌今日一早起到新北市邦桥区去巡视社区邮局防疫工作流程，进前一直呼吁讲，中央应该到第一线去看卖。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讲，会使到第一线就是好代志。后礼拜开始，民众袂使家己伫网络线顶下载机甲计字单，减少地方的行政负担。因为现场嘛，民众咧抗议讲政府防疫做了无完善。民众举牌抗议不满中央的防疫，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卫福部长陈时中来到新北市巡社区邮局，新亚这快筛和送药到厝流程嘛宣布新政策。我们要给0到6岁的孩童持健保卡，就可以领5G 的免费快筛试剂。方法跟时间由指挥中心来宣布。随本土确诊数快速增加，疫情严重的新北市确诊者拢无法度经受到居家隔离的单啊，苏贞昌嘛提出解决方案。新北人口多，行政负担重，所以唐凤认为来调整一些程式，让从下个礼拜起就可以从线上自己下载居隔单，这些都是能够减轻新北地方政府的负担。新北市长侯友宜进前一直呼吁中央到第一线了解情形，今麦行政院长总算来呀，侯友宜说因议会总结选无法度做会出席。我一直是希望在第一线多了解多看，才能够真正知道问题的所在。中央苏院长一定到第一线来，这是一个正向积极的好事。即摆问问中央，还有几个讲第一线指挥官拄着问题，从指挥官带进应变，大家共心，人民才会当安心。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